下俾個目標自己，20球唔落地，好唔好？做到！咁我小朋友應該係由第一堂開始就過嚟，大概上咗都5、6堂噶啦。佢喺呢一度，咁佢先前其實都喺學校接觸過閃避球嘅，咁就再加埋響閃避球總會嘅教練去教佢哋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個球技係進步咗好多。咁喺度玩完之後，其實我都覺得佢開心咗同埋活潑咗嘅。都中意嘅，因為其實開頭佢玩完一堂之後，翻到去都話好想再繼續嚟參加喎。咁我哋都繼續報名玩咗幾堂咁樣咯。放咗電就一定有嘅，呢個運動量都要跑嚟跑去，佢哋都非常之中意玩，咁同埋練到要點樣同人合作咯，好緊要。即係可能慢慢，如果逐步，即係小朋友可以清晰啲有個階梯，慢慢可能佢有啲嘅隊係可以形成到嘅話，可能對小朋友即係我哋自己就可能再會個歸屬感高啲咯。應該係因為佢直都帶俾刺激咁，佢係呢近幾年先開始有嘅活動比較新穎，我都想試下，我就覺得呢一個運動幾啱我咯。即係如果有可能嘅話，大個有機會我出世入港隊。